係啊。單頭防守，奧蘇利雲經常受到粒貼嘅影響，做出嚟效果唔好嘅。但係今次冇問題，係比較擔心嘅就係掌控唔到啊！哇，得波都好多防守㗎啦。好準啦！力水咧更加哇！力水100分，因為有機會留低啦。係啊，咁早中 cushion，稍稍中後咗，可以有一個好安靜嘅環境去打 DQ，決定性嘅波，搞掂咁啊！對於呢一個奧蘇利雲嚟講嘅話，好彩咁啊，個黑波都係落翻喺我手上。